大家好，又到咗神經刀自助路嘅時間啦，繼續有 Michael Tan，Life Seek Understanding，網上另類神學教育平台嘅創辦人。但係如果你又覺得聽完又幾啱聽，歡迎咧 follow Facebook、IG 同埋 Patreon。我專係講啲另類神學啊，或者聖經咁樣啦。如果你都覺得聽完都呢條友講得幾好，歡迎咧喺 Patreon 打賞下嚇。即係可以買到杯咖啡俾我飲下咁樣啦。平時咧就講好多我自己嘢啦，好多集都今個禮拜要搬屋啦，所以真係錄遲咗啊！真係忙住執嘢同埋 hea 啦咁樣。點解會 hea 咧？因為執完嘢好攰啦咁樣。真係執下嘢，同埋今個禮拜教會講安息日啊，即係呢一個即係小組講主題嘅時候。我教會嘅小組咧就好少查經嘅，即係比較悶啲。我哋通常揾啲主題啊，或者睇本書啊，或者做啲 artwork 啊、小手作啊，即係令到大家有一個即係平日即係教會以外 gathering 啦，就咁講安息日。講完之後咧，就覺得真係好有反省啦。所以想同大家講下呢個題目。如果你本身都唔係好安息啦，香港人嗰種工作模式啊 multi-tasking 咧，可能今集你有興趣聽下嘅，唔講咁多啦，即係直接希望10分零鐘可以講完成件事啦。你有冇試過咁樣呢？即係禮拜日返完教會啦，又小組又探訪，跟住又祈禱會。夜晚呢，可能你係 PCC 或者你係董事執事，你去開會啦。一個禮拜7日呢，你每一日嘅工作呢，安排到哇！即係插針都插唔入啊，連休息咧都好似要 booking 預約咁樣啦。然後你又聽到人同你講啦，喂，你要真係 life balance 啊，咁樣要休息啊。然後咧你就將休息呢樣嘢咧加入你嘅 to do list 入邊啦嚇。問題就係咧，當休息咧變咗一種好似要達到嘅即係工作項目嘅時候咧，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休息咧？但係休息已經變成係一種即係 restlessness 咧，即係一種不能休息嘅狀態咧。如果睇翻聖經點樣講呢個安息日咧，好有趣嘅就係咧出埃及記20章同埋呢個申命記5章咧，兩個版本嘅十誡對安息日嘅講法咧都有啲唔同嘅。出埃及記20章就講啦，因為6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同埋其中嘅萬馬，第7日咧佢就安息啦。所以耶和華咧賜福定性呢一日咧就為聖日。呢個係一個創造論嘅故仔啦，即係上帝創造，然後創造完呢個世界就休息。你嘅即係休息咧，其實就係參與上帝創造計劃裏邊，係一個即係命令啦，我所謂叫做嚇。申命記5章咧講嘢咧就有啲唔同啦。你又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因為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將你從那裏領出來，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呢度講嘅係呢一種解放式嘅古仔啦，即係 liberation narrative。就係你本來呢就係一個奴隸嚟嘅，上帝就拯救咗你，所以你要休息。兩個版本，一個呢就係創造論嘅版本，一個呢就係即係被擄得釋放嘅版本啦。但係呢成個核心呢都係一樣嘅。休息唔係因為你攰，休息亦都唔係因為你自由，你唔再係埃及嘅奴僕啦，你唔再需要去證明自己有生產力，證明自己工作嘅能力咧，先喺上帝裏邊有價值。問題就係咧，我哋今日咧，即係成個西方或者工作文化或者教會文化或者諸如此類啦，都好似唔係好明白呢一種自由啊，定係我哋將 Sabbath 呢個安息日變成另一種即係 modern slavery 咧，即係現代奴僕咧。可能教會而家睇下，即係成日講啦，教人點樣休息啦嚇。有啲又會教會搞靈修營啊，有啲就即係個 schedule 裏邊咧，但係個 schedule 咧成個安息就喺靈修營咧密密麻麻嘅。6點鐘靈修，7點鐘早餐，8點鐘講道，10點鐘小組，12點午餐，跟住2點鐘工作坊或者 workshop 啦，上我啲 Be Irish 嗰啲，4點分享，6點鐘食飯，8點鐘敬拜。你話俾我知啦，即係呢個究竟係休息即係靈修營啊，定係一個即係我都唔知啊，工作坊係嘛，工作 camp 啊。
咁又更加諷刺就係咧，可能有啲教會甚至將呢個 social justice 咧都 schedule 埋啊。可能今個月探訪老人家啦，下個月咧去劏房派物資，咁再下個月咧參加遊行，咁好似做到個教會咧，真係好多 achievement 啊 checklist 咁樣啦。咁你做咗咧就打個 tick，然後你就 feel good 就 about yourself 啦，覺得自己做咗啲好有意義嘅嘢。但係呢種真係 schedule 嘅 social justice 同埋真正嘅真係公義或者 justice 啊，有咩關係咧？你咪真係關心嗰啲受壓迫嘅人咧，定係你只係想即係感覺良好咧，自我感覺良好咧？你係咪真係想呢個唔公義嘅社會結構或者制度即係得到改善啊？定係令到自己覺得 feel 冇咁 guilty 咧？咁安息日啦，本來就係要你脫離呢個埃及嘅奴役，但係而家教會嘅文化就係將休息啊變成另一種形式嘅奴役啊！你要做一個救贖靈嘅人咧，你就有好多即係一啲即係 enough quiet time 啦，咁你又要參加呢個即係好多做好多服侍啦，你要做好多即係社會公義啊，永遠咧都係唔 enough 嘅，永遠咧即係安息時間或者休息時間都係唔夠，永遠咧即係俾人要你做更多。咁呢個就係咧，即係我所想帶出嚟嘅，即係 twist 咗嗰個即係都要休息嘅定義啊。本來咧係一個解放嘅即係安息日啦，但係變咗另一種，即係你要去 achieve 嘅，即係 KPI 或者一個 target 啦。咁最難嘅其實永遠咧就唔係外邊嘅壓力，而係我哋內心嘅掙扎啦。咁你裏邊咧其實有好多 desire， 你有好多諗法，你想做得更加好，你想咧即係好似我咁啊，即係 be the best of the best theologian 啊，你要做好多嘢證明自己啊，又要翻工又要沖咖啡啊，又要寫學術文章啊，又要錄神經都自在度啊，跟住又要整而家嗰啲 trading card 啊，咁好多 desire 咧令到自己唔察覺咧，你不斷咧 drive 緊你要做更多更多更多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就係因為我哋社會嘅價值或者即係信仰，即係基本教會價值啦，都係建基於一啲 achievement 身上。你嘅價值呢，係由你生產力啦、你嘅成就啦、你嘅表現咧去定義啊。就算你話自己信上帝係恩典咧，但係咧你停唔低做嘢嘅時候咧，你內心嗰種焦慮不安咧，都會令到你覺得自己有浪費時間。你要不斷做好自己呢樣嘢，喺呢個腦海裏邊不斷湧出嚟嘅。咁呢種內在嘅抗拒感啦嚇，或者你即係 intellectually 你知性上知道要休息嘅，但係你感性上咧你就抗拒，因為休息對於你嚟講咧就係覺得真係冇生產力啦，唔好似浪費咗時間啦，你唔夠好。所以真正嘅即係安息日即係操練啦嚇，唔係就係叫你關於你做乜或者唔做乜，而係關於你點樣即係面對我哋嗰種內心嘅抗拒感。我哋要面對佢，即係面對嗰種你一定要做到嘢先有價值嘅信念，你要 acknowledge 嗰種我唔夠好嘅焦慮，然後你就要揀究竟佢相唔相信你嗰種價值唔係來自你嘅 achievement， 而係來自上帝，即係 endorse 上帝愛你咧。咁呢一樣嘢咧就唔係一時三刻做到嘅，咁都係要即係不斷操練啦。咁其實我都近來都操練緊。咁點樣去即係 practice 即係安息日咧？咁首先可能真係有啲時刻即係自己啦，即係 create 一種即係禮儀感啊！即係唔係嗰種即係教會嗰種揈煙嗰種禮儀感啦，係一種真正幫你進入一種即係休息狀態，可能點下蠟燭啊、唱下歌啊、一種定期嘅禱告啊、一班人食餐飯啊、有一段時間睇下聖經啊，有一種 transition mode。又係一種好忙嘅狀態，突然間有一種禮儀咧，幫助自己進入一種真係休息嘅狀態啦。咁第二咧，可能你要即係要學習咧，就係唔好人哋要求你嗰種，即係要你做乜做乜，你要識得 say no 啦。尤其是內心嗰種，即係嗰種 driven，你好想話係咪咁樣做得好啲，咁樣做啲，不斷 push 自己啦嚇。咁即係 push 下咧，即係你會即係好多焦慮或者不安感啦。要學習就係去同自己 say no 啦。第三種就係要 practice， 即係一種 hopelessness 啊，即係一種冇乜希望感。即係我講嘅唔係一種 desperate 啦，而係即係一個神學家叫 Karen O'Donnell， 佢講嗰種 hopelessness 啊，即係要放低嗰種咧 hopelessness 咧，就係點樣咧？就係我要靠我自己嘅 effort 去改變一啲嘢。
你咧要 acknowledge 你自己嗰種限制，你要將自己嗰種限制咧交翻俾上帝，即係你永遠都唔會做到完美，唔會做得最好啊！上帝先係完美嗰個。咁所以咧，安息日咧唔係叫你去 achieve 一啲高或者 achieve 一種即係成就感，唔係一個叫你打 tick 嘅即係 to-do list。安息日咧係一種即係抗衡啊！你拒絕呢個世界嘅價值觀點樣去即係肯定你，你要拒絕成為即係 modern slavery 啊，即係現代奴僕。你去揀係揀喺上帝嗰種自由。所以申命記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提醒。你要紀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，你唔再係奴隸噶啦，你已經自由啦。休息唔係要你去即係獲得更多嘅 reward， 休息係唔係其他要你做嘅 achievement， 休息真正係令到你明白你喺上帝嘅身份。咁啊，今集咧都講得幾好，10幾分鐘就完啦，即係希望我講得出重點啦。如果大家咧有興趣，我講安息日咧，歡迎留言去呢個即係神經都自在度啦。咁我即係講下我啲卡啦，咁我啲即係 trading 卡啦，大家可能真係都知道卡我而家嘅進度啦。咁啊有好多媒體報道啦，啱啱喺 UK 英國出咗一篇文啦，係一個叫做Premium Christianity 嘅 magazine 咧，網上版出咗篇文講我呢個卡嘅一啲背後嘅諗法啦。咁嚟家都拗緊分定啦，希望可以即係喺呢個復活節裏邊出到 Series 2。咁如果咧你有興趣咧 support 我或者 sponsor 或者分我咧，咁你有興趣咯，我喺呢個即係呢個 broadcast 咧有一條 link 嘅，你可以去GoFundMe咧去分我呢個 project。咁啊唔講咁多啦，祝福大家有一個好好嘅主日。或者下個禮拜我哋神經都自在度再見，拜拜。